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今天给一位粉丝朋友代购的几样苏州的特色美食啊。这是我一早上去几家店里面买的。然后这个呢是麦哈格包子，就不用讲了啊，这个包子很好吃的。这个是黄瓜皮的劲素包，那个是胡萝卜皮的劲素包，它都属于劲素包子啊。还有一个白皮的，这个包子很推荐，很好吃，一定要尝试啊。然后这个呢是老字号的一家馄饨店啊，这个馄饨呢我很少推荐，但是这位粉丝朋友应该是关注我很久了，我只有那么一期视频里面吃过这个馄饨啊，他就要吃这个馄饨。然后呢，这个是虾肉的馄饨，这个呢是荠菜肉的馄饨啊，都是阿姨他们手工现包的，而且这个店里面都是本地的阿姨，一盒是10个啊。因为荠菜肉馄饨嘛比较经典，但是我们自己家里面做不出它那个馅料的味道的，很好吃的啊。那么这个是他家的汤团，他家汤团呢只有2种口味，一个是肉的，一个是芝麻的啊。那么这个是万福金的糕，这个是小圆松啊。下面呢是一个白果蜜糕和一个薄荷夹糕。万福金的糕呢，我也一直代购的，都知道的，他家的糕非常好吃啊。苏州的糕现在就属于万福金家的口碑是最好的啊，黄天元的都不如他们家的啊。然后这个呢是苏式的虾仁，这个虾仁呢我之前我家里面有一期我们家吃的也是这个虾仁啊，这个虾仁很好吃的啊。那么今天就这么几样，我赶紧要给它要凉透了，放在冰箱里面冷冻一下发货。喜欢苏州正宗特色美食的朋友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